原來有好多人唔知咧，我哋食完嘢之後咧係唔可以即刻刷牙㗎喎。當你食完嘢即刻刷牙咧，你嘅牙齒咧會爛得更加快。我哋正常人口腔入邊嘅酸鹼度咧，大概平均值喺6.6到7.23呢個範圍之間啦。喺呢個範圍酸鹼度咧，牙齒表面嘅珐琅質咧係非常之堅固嘅。你刷牙當然冇問題啦，但係一旦開始進食，食物入邊如果有澱粉質或者係啲酸性物質咧，喺5分鐘之內咧，我哋口腔嘅酸鹼度咧就可以跌穿5.5。5.5咧係我哋一個稱之為關鍵 critical pH。當牙齒喺 critical pH 之下咧，表面嘅珐琅質咧就會開始溶解。咁幾時先會回復正常呢？當我哋停止進食，冇食物喺個口度咧，大概30分鐘，口水會中和咗嗰啲酸性物質咧，去翻一個正常嘅酸鹼度，牙齒表面咧就變翻堅固。所以喺酸鹼度回復正常之前咧，牙齒表面珐琅質表面嘅啲鈣質咧，其實就比較鬆散嘅結構嚟嘅。如果呢個時候你攞個牙刷咧大力去刷佢咧，係會令到咧珐琅質流失得更加嚴重。咁點樣可以去食完飯之後清潔我哋嘅牙齒呢？你可以飲水啦、啷口啦，用含氟嘅啷口水啦，去鞏固我哋嘅牙齒啦。甚至乎你可以食一啲無糖嘅香口膠啦，咁加快你嘅口水分泌咧，中和咗你口腔酸性。可唔可以用牙籤啊、牙線啊？係可以嘅，因為咧你食完嘢之後用牙籤咧，其實係將嗰啲大嚿我哋眼見到嘅食物咧清除咗佢，咁樣係好嘅。因為咧嗰啲食物如果一路留喺你嘅口腔入邊咧，其實細菌咧都一路 keep 住會分泌酸性物質。所以記住，食完嘢之後唔好即刻刷牙，起碼要等30至60分鐘。你可以飲水、啷口，用漱口水，食無糖香口膠，可以用牙籤、牙縫刷甚至牙線，但係咧就唔可以用牙刷去刷牙齒嘅表面咯。